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佮带领咱经过一礼拜。今仔日来到主的圣日，咱伫遮用心灵佮诚实来敬拜主，求主甲咱同在，求上帝的灵来运行伫咱的当中，开咱的心窍，叫神的话语伫咱的心内来做主，来带领咱进入真理。互咱明白神的真道，互咱灵内面有开力，特别是伫这个灾情继续的时阵，互咱的心中有主的平安及力量，来面对罪民所临到的这问题及重担。虽然疫情继续，但是感谢主，看见这个疫情有较消退。得到这疫情的人较少咯，对1000左右，对2万以上，一直讲到今仔日这1000左右，盼望到年底这个年尾的时阵这个疫情愈来愈少，并且有可能恢复这正常，生理人继续开店做生意，做工的人有工作。在家庭的人有可能出去外面散散心，为一年外将近2年的时间来关伫厝内，心内真郁卒，求上帝带领帮助咱，互咱心中有主伫咱的内面，咱有迄个属灵的平安，求上帝甲咱同在，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伊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圣经甲咱讲，恁着安静，着休息，着知影我是上帝，我是神，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咱是仰望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伊甲咱同在，咱就免惊。所以今仔日。咱将这段时间交托伫主的手内，求上帝来带领，叫各位的兄弟姊妹伫圣灵的带领内面，心中有迄个力量，有迄个平安，对天灵迄搭所承受落来。咱这个时三甲来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感谢你伫患难当中。你仍然坐着做王，直到永远。我靠你的人无直到见效。上帝，多谢你伫这个各款的环境内面，你无离开阮，你仍然甲阮同在。伫阮需要的时阵，你就帮助阮；阮需要能力的时阵，你就使阮开力。伫生活顶面所缺欠的，你就保障。上帝。你是阮的耶和华，你是阮的牧者，阮就无低到欠缺。你带阮到伫青草地顶，到伫安息的水边，互阮的灵魂苏醒，互阮伫各种的患难当中有主你的平安甲力量。感谢你，甲阮同在。阮将这段时间交托你，特别也是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求主你互伊早日恢复健康，互伊有信心，互因的个体力渐渐的恢复，一直来到完全的好起来，叫因的生命伫主的面头前，常常懊恼、赞美、感恩，互因的生命伫主的内面得到主的恩典及看顾。为着怀也未信主的人祈祷，阮的亲人朋友伫患难当中无一个活口，求上帝你开因的心窍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互因同样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甲福气。阮安尼祈祷交托你，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传讲的上面。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救恩，是包括在外邦人啊。God's salvation includes Gentiles。过去啊，咧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阵，常常会拄着有人会甲阮辩论啊，因讲啊，世界中吼有真侪国家有因个人下种的宗教，讲中国人也有家己的宗教，为虾米咱着要信种对西方来的宗教呢？啊，对西方来传来的宗教，其实啊，这个基督教吼，并毋是对西方开始的，乃是对中东以色列开始的。今仔日，咱要来看看，到底这个基督教要怎样对中东传到西方，然后对西方佮传到咱东方过来，一直来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深山峻岭内面拢有听到福音，听到有这部落因也是信奉这耶稣基督，特别是非洲也有真侪人来接受了这个福音。过去几周几礼拜咱讲道的时阵，有讲到圣灵降临伫耶路撒冷，伫犹太的当中当时这个住伫世界真侪国家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这国家各国伫欧洲甲附近的这国家，伊有约做因拢来到耶路撒冷来举行来纪念的这个有约做，一直到五旬节，就是有约做以后的50日时节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伫在使徒的身顶的时节，在圣灵跟降临的身顶，伊都在使徒就互在圣灵来充满，因就讲起外国人的方言在听伫外国的在听到，在犹太人都毋捌来到阮这所在，敢若因在猎鱼人无啥学问的人，佫会晓讲阮的这地方的这方言因感觉奇怪，并且听因咧讲道，哇，充满着力量，因真受感动，接受主因佫上帝佫借着圣灵降临伫因的身顶，满有能力来医治各款的病痛。在福音就对遐开始就即个真大的兴旺所以人过了这有约做了后，因就倒去在所在，有会到伫西方去了，然后福音就到就传到迄个所在。但是这大部分是犹太人，但是正式的福音要传到在西方人是对这个彼得开始咱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大家来讲到这福音要怎样传到外邦人去，上帝怎样来用这个彼得来开伊的心窍，互伊心中无一个挣扎，将福音向这个外邦人来开放开福音的门。咱今仔经文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48节，咱一节一节的读，一节一节的解释。我先读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安尼讲：伫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做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百夫长。
那么该萨利亚吼是伫耶路撒冷北方啊，靠这个西边海边啊，地中海海边的这个城市，这个该萨利亚是大希律所建的这个海边的港口城市。这罗马巡抚驻扎伫这个所在，是罗马帝国国统治犹太这个所在的这个行政的中心啊。徛伫搭的人大部分是希腊人。那么这个营呢，就是军营，是罗马军队所编制的每一个营大概有600个人。营搁落来有一个，搁起有一个千夫长来管理来指挥。伊的千夫长的下面有一个叫做百夫长百夫长就是管理100人左右的这个营那么再讲到意大利营是大部分是生长伫意大利的一家罗马公民所组成的，来自在边界的部队第二再讲，伊讲这个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伊是圣经讲到伊是百夫长，是意大利，是罗马人。伊是一个虔诚的人，伊甲全家拢敬畏神，多多的的这个赞助我的百姓百姓人或艰苦人，常常祈祷神。即在讲到这外邦人敬畏神伫当时通常是只会形容一家外邦人，因若是相信犹太教内面的这个神，犹太教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无敬拜别的神咯。那外邦人有遐侪神，犹太教只有敬拜一位真神因做外邦人平常时因爱读圣经研究旧约圣经，也遵守一家条规，在仪式、宗教仪式、犹太教的仪式但是因也无正式入去犹太教哥尼流这个人这个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百夫长虽然伊敬畏神伊也真愿意帮赞怀艰苦的人伫迄个所在真出名。但是伊若要做好代敬畏神，但是如果伊若无信主耶稣呢也是无法通得救伊若是孤单靠在好行为呢来得救呢，就是圣经新约所讲的，咱得救毋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相信，心内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才得救所以虽然伊是一个好人，伊是一个爱帮助人的艰苦人的人佫相信一位真神的，但是这个时伊也未得救咧佫刷落去第3节到第6节讲讲有一日大约伫下晡3点伊伫异象当中异象是看半昏迷迄款的状态明明会看到一个天使入去因兜到伊遐，甲伊讲，迄个天使讲哥尼流就目睭就看伊，惊看到一个真奇怪的伊就讲，伊说主什么代志天使讲，伊说你的祈祷甲你的帮赞在艰苦的人达到了上帝面头前咯，已经忘记念你咯现在天使讲，现在你着找人到一个所在伫海边叫做约帕请迄个称呼彼得的西门，请伊来伊踮伫这个海边的这个咧削皮的这个拢是咧创皮话这个西门的家内，伊的厝正伫海边
所以伫即个下晡3点的时阵，是犹太人祈祷的时间啊！犹太人祈祷分一日分做3摆，9点早起日斗，甲下晡3点即3个点钟这是即个通常即个犹太人的习惯因为祖先后壁利罕啊、以色列、雅各因拢伫即3个点钟祈祷，甲上帝有真好的沟通那么因所看见即个异象哩，即个哥尼流所异象魂游上我，意思就是心内心灵内面咱就看见一个景象，一个异象真特别的象天使虽然是向伊显现但是天使无向伊传福音，为虾米呢？上帝将传福音的工作向迄未信主的人的工作无交托天使，乃是交托在信耶稣的，在信徒，在基督徒来交托因，叫因跩去传福音。但是主耶稣要升天以前所吩咐的，将这个大使命，恁着去往普天下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囝圣灵的名甲伊施浸所以咧我就要甲恁同在。我若我教死恁的，拢着教死因。我就要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因的所看见这个异象第7节讲，这向伊讲话这个天使行了后交代伊说，你着找人去一个城市叫做约帕，去找这个彼得伊徛伫这个所在这个另外一个西门的引导OK， 天使交代了后，伊就离开了。离开了后，所以这个哥尼流醒来了后就叫2个厝内的人厝内的人是咧帮衬因的人，甲这个咧服侍伊的兵这个兵来，伊也是一个敬虔上帝耶和华神的一个兵，所以就这个哥尼流就甲因讲说，怎样我伫梦中有天使甲我讲话，叫我着找人去到这个约帕这个所在伊5、10甲因讲了，是恁着去到迄个人这个叫做约帕的这个所在去。所以这个约帕是伫海边是该撒利亚离这个约帕这个彼得所徛的这个所在，大约是48公里需要着行1日的路程。到第2因就出发了，到第2日，圣经讲第2日因就行路将近迄个城的时阵，彼得伊是伫这个约帕这个所在伊的朋友叫做西门因兜，拄是日斗中伊就爬去这个厝顶伫咧祈祷，就觉得腹肚枵咯，伊想要食物件咧祈祷的时阵，伊就腹肚枵，想要食物件。迄个厝内的人正伫咧备办食物的时阵彼得魂游上我，就是可能做梦了安尼看到真奇怪的形象一个景象11节讲，伊看见天开对天顶有降落一项物件，亲像一块大地的布迄个布的四角白咧，对天顶退落来到地顶。即个布的内面有地顶各款的4脚的动物也有昆虫，也有天顶的这白的鸟只，伫即个布的内面又佫有声音向彼得讲说彼得你起来将这抬落去食去抬落食。彼得却对迄个天使讲说主这是袂使做咧安尼咧凡若是俗物甲无洁净的物件
阮从来是无食着啊，阮就袂做犹太教吼，叫阮袂用食跩是无洁净诶，跩真俗诶、世俗诶物件，吼。所以伊伫即个梦中吼，异象当中看到即个景象啊，伊看迄个天使讲说：“你跩煲内面啊，跩食面哈。”伊讲跩是无洁净诶面，啊，天使叫伊着食，伊却是无食，无要食。因为摩西律法啊，有规定，我若是跩精生咯，昆虫咯，跩白鸟咯，分做洁净诶甲无洁净诶，俗物甲无俗诶，跩有这条件，有这条例来规定，犹太人无做咧食。跩外邦人食跩无清气诶物件，为着要叫跩外邦人有分别，袂用交因送，着分别为圣。因为耶和华是神圣，恁着分别为圣，叫跩外邦人袂用咧掺做一下咧，也袂做食因食诶物件，因诶生活叫因无送。这律法吼，摩西律法最大诶功用是啥物呢？乃是要预备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啊，要将人引到这个基督的面前啊。比如说，因要赎罪，有用着太阳、羔羊是真无残火、无白卡无破边的，是完美的。是代表耶稣是完美的是要代替人赎罪代罪的羔羊，所以是这羔羊是代表耶稣是一个无罪完美的来要赎人的罪，所以这律法的这食的这条例就是要将人引到耶稣的面头前就是仪表耶稣基督。所以咱现在的基督徒耶稣来了伊也是代替人来赎罪了伊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律法的这个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如果这教会这基督徒若个照顾来停留伫迄律法的阶段呢，就叫神的这个救赎有相冲突咯，所以就无法通真配合和谐咯，有时就会起争端咯。第15节讲第2日，第2摆。讲第2摆，这个声音搁再讲伊说神所洁净的，你毋通甲当做俗物即款这样有连3摆迄个都是讲坏话。说神所洁净的，你毋通当做俗物毋通当做是无洁净的，连3摆迄个物件就收去了，收去天顶了。敢若那3摆上帝用3摆来讲话重复是真重要、真重要的。为什么真重要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来是这个恩典的时代开始了是福音的门就开始了外邦人福音的门开始了。你若阁将旧约的话搬来无适合咯，所以毋能阁将迄个旧时动物食的物件咯，还是将人咯分做无洁净的迄个无阁再安尼分法咯。所以洁净还是俗物的分别是指啥物呢？
指律法顶面所应允的，袂做咧食，袂用的，袂做咧用的来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无论是人，无论是食物是拢着适合这个原则就是当做俗物无神圣的旧约是安尼，但是上帝允准的说跩会做咧食，比如说有动物来食物件，会倒环北倒补补了，搁再食这个动物会做咧食的。是鱼你若是无蓝的鱼蓝的袂做咧食的，是当做无洁净的，所以有真侪跩条例到是新约的时阵，跩拢取消了。所以神一年有3摆将这个异象显现互彼得来看，证明说这个代志真重要是真严肃。上帝真严肃的来宣布这项代志是啥物旧约当中凡无洁净的食物会跩分别对这个时开始取消了，已经取消了。信主的人犹太人对他了后可以食任何的物件，只要是上帝所做的，上帝允准的是上帝所做的，无搁该当作是俗的，无搁再该当作是无洁净的咯，因就做咧食。所以耶稣也搁活的时阵，伊也是安尼讲伊是恁跩无明白嘛，兼毋知影凡若是外面入去进入的，无法人互人暗占因为毋是入去伊的心内，乃是入伫伊的腹肚咧，后来搁放出来伫厕所咧。伊说这样讲，各款的食物拢是洁净的。罗马书14章14再搁讲，伊说我凭着主耶稣的确切的知影深信，凡若是凡若物件本来无洁净的，独人以为无洁净的，伊就无洁净了所以伫新约时代食物本身并无分别凡若是神做的物件，拢是好的。若是咱感谢来领受来食的时阵，就无一项物件会值得啖杀的。所以凡若是神所做的，拢是好的。咱要食的时阵，感恩来食，跩拢是会做的咧，会做食的。那么即搭甲咱讲啥物食物既然毋通搁分跩无洁净的，跩是俗的所以无论啥物人拢毋通甲伊看做是俗无洁净的所以你彼得可以放心，会做咧交外邦人来往咯。人袂做咧将即个外邦人，除了犹太人以外，跩外邦人袂用诶将跩外邦人当作是无洁净诶咯，会做咧甲因来往咧咯。既然跩动物无啥物说无洁净诶人也是同款虽然伊是外邦人，因也是毋是啥物无洁净诶咱若要将福音要传途因就是无分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所以人在信徒若是向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已经服从了主耶稣的大使命了。恁就去向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在内。第17节，彼得心内才伫咧猜疑之间就犹豫不决的时阵毋知影所看见的这异象是啥物意思拄伫咧摇疑的时阵跩哥尼流
对该撒利亚所找派人来要来找彼得的时阵，已经到因兜门口咯。因跩就徛伫门口，就大声发：伊说，伫一搭有称呼做彼得的人徛伫内面啊无啊？安尼咧发彼得拄伫咧做梦看到异象，都犹豫不决的时阵这个哥尼流所派来的跩人拄好来到伊的门口啊。所以真草拄堪伫咧摇鱼的时阵，跩外邦人找来的跩人就来到伊的门口啊。这项代志乃是上帝要印证彼得的这个异象是出于神的安排，毋是伊家己咧做白日梦乱主想的，毋是安尼，乃是神的旨意，神的启示，乃是要接纳跩外邦人，给因来往第19节，彼得也伫咧思想这个异象的时阵圣灵就向伊讲：伊说有3个人来要找你，你起来落去下骹，甲因相甲行吧，毋通阁摇疑咯，因为是我找因来的。圣灵讲是因为我找因来要来找你，虽然跩人是哥尼流找因来的，但是这个也是神的意思，所以也是圣灵所找因来的。所以即搭彼得心中有一个真大的挣扎，有一个真严肃的选择啦。伊即个时的选择是啥物伊心内的挣扎是啥物伊过去的所受的教育甲风俗习惯，叫因的传统伊是到底我已经信主了，信耶稣已经得救了，我即个时是毋是继续要留伫律法的管理这个观念内面呢？还是无惊别人的批评，无惊跩别人的压力要进入到得救的这个恩典的真理内面去呢？所以这个得救恩典包括跩外邦人再来，我是要接纳因，还是无所以到底伊是着怎样但是伊这个是会选择圣灵甲伊讲，是你做你甲因去，因为这是我的意思，找因来的。所以这个时阵圣灵就进一步真清楚的来引带伊。这样亲像主耶稣顶摆甲因讲的，刚才门徒讲的，伊说恁着听候真理的圣灵来，伊要引带恁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就是真理咯。什么真理呢？这个福音毋但传到到犹太人，也是要向这外邦人开放因这福音也是为着因的，也是 include 因跩人外邦人来的。因来是我找伊来的所以凡也是遵照着神的意思的，虽然伊是人找伊来，但是跩也是找伊来的是外邦人，但是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因的行动也就是神的行动咯，也是着叫因去咯。所以21节伊讲，于是就安尼彼得就落去对迄个庄边咧，迄个天台咧落去看怀人，甲因讲，伊说我就是恁所要找的这个人啦，我是彼得啦。恁来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干那要来找我呢？伊就问因跩这3个人对该撒利亚来，跩人就回答彼得讲，伊讲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伊是敬畏神的，是犹太通国的人真侪人所知影、所学落的一个人伊蒙了这个天使来指示，叫伊找阮来去因兜，要听你讲道，要请你去哥尼流因兜，要听你讲话，听你讲道。23节讲，彼得就请因入去厝内，徛了一暗，
第二日早起，伊就甲因行咯，去个离开了约帕迄个所在，去到该撒利亚约帕彼得伊迄个所在，几个兄弟有6个兄弟也是甲伊相甲行，所以行到一日的时间呢，因就入去到该撒利亚，这哥尼流已经请了伊的亲戚朋友来听候因，要听伊讲道。所以因着圣灵来生伫彼得的心内做了工，伊也肯拍破伊则要肯拍破这犹太人甲外邦人的这个结膜，就前往哥尼流的厝内去，就拍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门。所以彼得并无毋是家己一个甲因去，甲6个兄弟甲伊相共去。因这6个兄弟也是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就放落家己的成见，就甲因相行咯。因为过去在犹太教的人袂做咧甲外邦人来往咧，袂用甲因食饭咧。所以这6个人甲因同行，就诚做一个见证人啊，来证明说外邦人也是有圣灵充满，听了福音也接受主，有圣灵降临伫因的心顶。所以这个哥尼流，伊毋但家己敬畏神伊也关心伊的亲戚朋友的灵魂，叫因来到因兜来听彼得讲道，来参加这个聚会。伊即款的态度是值得咱基督徒学习的。咱也是着请咱厝内人、未信主的人，咱的同学、咱的同事，请因来听福音，将因带到主的面头前。这是咱应该学习的榜样。所以彼得一到因兜的时阵，哥尼流就迎接因，就要拍伫彼得的脚前要拜伊，要来拜伊。彼得戆硬者就叫伊起来，拖伊起来讲：“伊说你起来伊说我也是人我也是人你毋通来拜我。所以无论彼得伊是怎样的本事，怎样的伟大，怎样有大学问也是真有能力但是彼得讲伊仍然是一个人，伊毋是神。神的仆人虽然为主做真好真大的工作，也袂用咧偷取上帝的荣耀咱就将一切荣耀归托神咱也捌曾经安尼做，偷取上帝的荣耀，求主赦免咱的罪。这个真的宗教信仰是相信真神应该就将荣耀归托神的，将人带到神的面头前，带到主耶稣面头前，这个才是对的。若是假的宗教是将人将荣耀归托人，将人带到家己的面前，为着人崇拜伊，为着是要得到人的物质的富足，叫将人收归家己来尊戴伊，毋是尊戴这位真神所以彼得伊伫这个摆开的人安尼讲伊讲金银我拢无，只要将我所有的，就是耶稣要讨你，
我毋是靠金银财宝来吸引人啊！我伊伫里是因着一位耶稣基督，伊是神差以来的。我是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甲你医好的。金银我拢无，但是要将所有的互你。但是假的宗教是金银本来无，但是伊要做一个宗教的主，就将因的金银啊，别人的金银就归托家己，这是相反的。10章27，彼得甲因说话就入去到厝内，看见厝内内面有真侪人伫遐聚集，彼得就对因说：恁知影哦？犹太人交别国的人千军来往是无适合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是虾米人，都袂用的将人看作俗而无洁净的。所以我被请来到恁遮的时阵我就无提时来了。现在请问你请我来到遮有虾米意思有虾米目的所以教会，一搭是咧甲人讲，教会的建造设立甲每一项教会的进展，拢是神家己来推动，家己来安排、来引带、来感动来。使徒、传教士、甲跩传道人，只是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尔定。神要用一个人来建立教会尔定，应该就将荣耀归托神。30节到33节这个哥尼流就向彼得讲，伊怎样伫异象当中天使甲伊讲，就去到彼得你徛的所在，请你来。这个经过搁再重复讲一摆到34节，彼得就开嘴讲说，看见遮侪人来咧听福音有迄个渴慕的心真受感动。伊说彼得讲说，我真看出神是无偏待人的。Peter said, "I'm now realized how true it is that God does not show favoritism." 上帝无偏待人，伊无偏待这个犹太人，互因只有犹太人听福音机会。伊也是有托在外邦人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上帝无偏待人，上帝听世间每一个人，伊无偏待怀无恶不作的人。伊要望伫神大审判的时阵特别对因偏袒跩歹人，因若无得救上帝怎样审判因也是得怎样受刑罚另外一方面讲无有一个人来担心，咱每一个人毋能担心是神的偏待偏待人偏心无接纳我会得救。咱毋免烦恼这项代志，神无偏咱只要伫神的面头前虽然咱是罪人，但是咱得真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上帝也是接纳人的，因为神是无偏待人的。搁再讲福音，咱知福音咧传播是有启示的，有先后的进展。有先甲后，所以罗马书第1章第16节保罗讲我无以福音做见证，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才外邦人、希利尼人。所以伊的意思是说，这个传福音有先。有一个启示，先犹太人，然后才传到外邦人，传到西方，后来传到东方，传到非洲，传到全世界。外邦人也是有机会，神无偏待人。使徒行传1章8节安尼讲，
耶稣讲，但圣灵要降临伫恁的心顶，恁就要得到能力，并且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传福音也是对群一直向外一直传讲远的所在去，有迄个启示，有迄个策略的。所以咱较晚，外邦人较晚一步，乃是有上帝的启示甲启示。所以照着犹太人的传统甲观念，外邦人若无受割礼西金斯线伊着先入去进入到下边了汉的内面的约内面，伊才有可能蒙神的悦纳所以使徒因若继续即个旧约的这条规来建立教会就会产生麻烦产生冲突甲乱阻所以圣灵向彼得来显现，可以看出，若是敬畏神行义的人都是上帝所悦纳的。只要因缘伊接受主耶稣伫因的心内，接受耶稣伫因的心内做因的救主因信主了，也是归入伫这个教会当中，归入伫耶稣的身躯当中，成做一个肢体。圣经讲着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咱传福音若孤单讲到赎罪、写罪，讲到神的爱，若无讲到主耶稣是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无讲到审判的代志，咱的福音就无完全咯。审判是对这个神的家以色列人开始以后才有跩外邦人信徒，所以咱也着警醒，咱若无警醒好好行伫神的面头前神的审判也是临到咱虽然真正信主得救了，一摆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咱也是着伫生活顶面有美好的见证来提醒咱，无上帝的管教就临到咱。凡信伊的人，的确要因伊的名来得救做得到赦免。这个凡是信主的人，拢要得救，无管是犹太人会得救，还是外邦人。哥尼流是外邦人，伊照样信主，照样也是得救所以毋免阁靠着旧约来行跩律法第44节讲彼得也阁伫咧讲话的时节也讲话也规咧进行的时节，圣灵就降临伫一切听道的人的心顶伊咧讲话讲一半，圣灵就插入，就降临伫跩人的心顶其实跩人心内已经备办好势咯，互圣灵来有庇因的心好势咯。当彼得咧讲到一半的时阵，讲到神的道理的时阵因就立刻相信，因为圣灵工作，因为圣灵备办因的心，圣灵立刻就亲自来印证因的信主乃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当中圣灵的浇灌甲降临通常是用人的手来换手，圣灵才降临伫个心顶只有五旬节甲这一摆伫哥尼流的家中是圣灵直接的，无经过人来换手，直接的就感动因，是五旬节一摆圣灵直接无经过人的换手圣灵直接降临交一摆伫哥尼流当中
所以圣灵直接降临伫遐听道的人心中这是为了圣灵是为了要向着犹太人的信徒一个证明，一个 confirm， 这是圣灵的工作，毋是彼得你违反这旧约再来成全这个新约这个毋免来行出来律法再来伸出得救的，毋是安尼的。所以圣灵就拍断这个彼得讲一半，开拍断，所以圣灵就亲自降临是要印证，要来 confirm 神来已经接纳了在外邦人来归入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圣灵会这个点伫咱的内面互人得到生命，是伫信主的时阵会发生的。圣灵也是浇灌互人得到能力，是伫人要做神的工作需要的时阵也是圣灵做工伫因的心内，伫因的身体顶面这个是圣灵伫外在的浇灌，甲伫内面来点伫因内面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圣灵降临伫因的心中，然后圣灵也是住伫因的心内，是同时发生的。45在讲，怀红国咧，甲彼得上时来在信徒看见圣灵温数浇灌伫在外邦人的心中的时阵，就感觉真稀奇因为听见因讲方言，也是用这个方言来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神伟大。所以行过咧，在犹太人信徒甲伊来因看到五旬节早样圣灵降临伫这个耶路撒冷的在使徒的心中，同样今仔日目睭看到、听到因在人也有圣灵降临，也是赞美上帝，在外邦人接受圣灵的恩赐。所以咧，教会应该就接受因、接纳因在外邦人诚做新约教会的肢体所以无个分开的，这个犹太人交外邦人伫主耶稣的内面归于一体47节，意思彼得讲跩人既然受了圣灵，甲咱相同上有法通禁止用水咧用水来甲因洗咧呢？上有法通禁止所以伊就吩咐人甲因洗咧，奉主耶稣的名讲因施浸因就请彼得徛了几日。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向外邦人开放这个福音的大门咱是这项才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无法通袂做咧互教会有产生谣言的代志佫较无法通互撒旦来留地步，因为撒旦常常伫教会当中来作怪、来破坏教会合一，所以神做了真侪工作先用这个意象来引出彼得，可以看出一块布内面在动物、在物件、在鸟兽昆虫是洁净的，你袂将当作俗物，若个当作无洁净的，人也是同款，你袂用将伊当作神是借着圣灵来预备彼得的心，开伊心灵的目睭后来圣灵继续温书向在犹太人印证讲全教会拢着进入这个真理内面拢着同意在外邦人因既然系信主就该洗咧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咯。所以这个人若接受主耶稣，伊应该就洗咧归入洗咧是一个外表的仪式。
来表达伊内心的信心，来接受耶稣，为着伊的罪去顶死埋葬，第三日复活。伊相信耶稣这个救恩，这个信息，这就是福音相信这个福音就得救。所以无论外邦人是这个犹太人，同样是着信主来归入伫这个耶稣的内面，蒙恩得救。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着受浸归入教会，这是必须做的代志。来下面有几点来做咱的结语做结论伫马太福音第16章15节到19节当耶稣甲门徒做一个时阵，伊就问出门徒讲：伊说恁看别人讲我是谁恁听到别人咧讲，说别人议论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讲：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囝。耶稣就夸奖伊讲得对，真正确，并且讲这是天父所指示你的19节讲，说我将天国的锁匙予你。这个天国的锁匙要交托彼得，是为着要开福音的门。这个英文的这个锁匙有一个 S 意思就是复锁，毋是一支，乃是2支以上，就2支复锁意思就是说，上帝借着彼得伫五旬节的时阵，伫这个耶路撒冷圣灵降临伫在使徒的身顶，一边圣灵充满了后，就讲方言向犹太人，所有世界各个国家的犹太人来在敬拜上帝来守犹的节，向因讲道，跩人信主了后，因就得救了。这个就是开头一支锁匙，犹太人福音的门。第二支锁匙是开尼哥底开这个哥尼流，即外邦人即罗马人信主福音的门。第二支锁匙，所以彼得本来伫咧摇伊到底伊要去还是毋去？我要接受跩外邦人进入，还是我要继续去行跩律法才会得救伫摇伊的时阵，圣灵甲因讲，说这是我的意思，找因来，要来叫你去，来开即个福音的门，即个锁匙。所以外邦人得救信主了。咱感谢主，中国人咱虽然也是外邦人但是咱感谢主，伊会将咱可以纳入归纳伫在福音的内面凡也是信主的中国人，上帝也是听因，也是归纳伫这个福音的拯救的计划当中。所以伫天国的荣耀的国度内面，咱无论是中国人，是外邦人，是别个国家的人，西方人，是欧洲人，是犹太人咱拢有份伫基督的荣耀拯救当中。所以基督教毋是对西方，毋是西方的宗教，乃是神的启示，要来拯救犹太人，拯救外邦人，包括咱中国人。所以因为神是听世人伊愿意人得救，明白真道，伊愿意逐个人拢得到天父的恩典，得到永远的生命甲永远的福气愿意将这个托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就谦卑接受耶稣。虽然中国有真悠久的文化，有无同的宗教，但是神会听。耶稣基督是神找伊来到世间的救主，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个名字，咱有法通靠着来信靠伊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以外，无别个拯救。所以耶稣基督
伊是基督，是神的囝，这就是教会的根基的基石。别人无法通立别的根基，人无论较偌伟大，拢无法通救人，因为人是罪人，三观着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忘记咧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将福音传到万邦，盼望世界这个疫情到减少的时阵，咱有法通佮教会兄弟姊妹继续努力来将福音传去互更较侪人的灵魂，互因得救，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你听世人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来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阮，无论是对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中国人，是乌种人，是白种人，是虾米皮肤色的人，拢是神所听的。伊愿意因人人得救，明白真道，得到上帝拯救甲永远的福气。愿上帝圣灵做工，伫教会兄弟姊妹当中感动阮每一个人，来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叫你名得到荣耀，叫上帝的国度早日降临。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